甜甜的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这什么呀？香香的。这是大补丸，吃了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如玉，永葆青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这大补丸确有补气益血、健身养颜之功效，只不过一旦吃下去，就必须每个月都要吃一颗，否则的话，你就会肠穿肚烂，让你死得苦不堪言。怎么样？如果你愿意为老夫所用，就服下这颗大补丸。只要你能够乖乖的听老夫的话，老夫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颗的。那大人，如果我不吃这颗大补丸，您是不是就要杀了我啊？哼！你先是对元州知府勾结乱党一事知情不报，后来又在这天子脚下偷盗行窃，这哪一条都该杀头。哼，什么大补丸？不就是慢性毒药断肠散吗？本姑娘10岁的时候就会配，也会解了。我现在这副害怕为难的样子，不过就是为了麻痹你这个大坏蛋。哎呀，我说丫头啊，你可是聪明人，吃下这个大补丸，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你要是不吃啊，你这个小脑袋马上就搬家了。甜甜的，跟糖似的。还有吗？你真拿它当糖丸了，当饭吃呢？您看你，我不吃的时候吧，喊打喊杀的。我说再吃几颗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这丫头多有趣啊！刘妈妈，离这批秀女进宫的日子只剩下7日了，你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教她，切不可让她露了马脚。是大人。什么？鳌拜不仅没有杀易欢，还给她安排了一处别院，派了2个丫鬟来伺候她。易姑娘也不知道想出了什么办法，事情的进展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至少易姑娘暂时安全了。少盟主，还请您先撤，我们的内线会想尽办法跟易姑娘接上头的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禀报少盟主。好，多加小心。中堂大人，易欢这丫头果然是极聪明，学什么一点就通。可她就是不肯用心学呀。我也都测试过了，不管这琴棋书画还是女工歌舞，这都是略会一点，却样样都稀松。大人，这离进宫的日子只剩下不到5日了，这老身再怎么细心调教，也都来不及了。妈妈，大人，这也不能怪小女子啊。小女子12岁那年，父母便双亡，唯一的哥哥还跟小女子走散了。我啊，只能靠着尼姑庵的师傅们接济，才能勉强填饱肚子。这哪有什么机会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歌舞女工啊？可这女子应会的技艺，你样样稀松，这怎么才能够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讨得皇上的欢心呢？如果说女子必须才艺出众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那之前妈妈培养的美女们个个才艺出众，可不也是没成功吗？如何讨得男人们的欢心，刘妈妈她最有经验，她培养出来的美女，个个都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。只可惜皇上他年少，情窦未开，再加上这后宫美女众多，
没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所以他们才未能大展身手嘛。哎，这你就说对了。要想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光靠才能和技艺非常好是不行的，是要动脑子想办法的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妈妈？哦，那你告诉老夫，如何才能引起皇上的注意呢？这个嘛，我现在也说不好，这得进宫以后啊，随机应变。大人，若说这随机应变，易欢这丫头可是比别的姑娘强了千百倍。大人放心吧，为了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也为了我自己能在宫中谋个好前程，我一定会努力引起皇上对我的注意。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，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谢依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，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依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巧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这件金蚕丝背心乃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轻薄柔软，却刀枪不入，水火不进。当年敖大人出生入死，立下无数战功，先帝才将这件背心赏给了敖大人。唉，如今他却把这件背心赏给了你，可见你呀，对他真的是很重要。你们要我去皇帝身边做卧底，当然得先笼络我了。但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们肯定会杀了我灭口。到时候就算我穿着金蚕背心，也不可能逃过你们的毒手。哎，妈妈，我能拜到中堂大人门下做干女儿，那多亏了妈妈的帮忙。您放心吧，以后如果我大富大贵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妈妈您的。就你的小嘴会说话。哎，妈妈，我看看金蚕背心呗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金蚕背心有那么厉害吗？哇，真的都没破哎！妈妈，你快帮我收好，快！朱哥哥说过，京城第一酒楼和鳌拜府中都有咱们明珠谷的内线，那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，肯定会让府邸的内线来和我接头。这老东西一直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的，真是讨厌。这都是吃的？是的，依姑娘，这些菜是特地从京城第一酒楼给你订的，尤其是这盘酱鸭头，是酒楼新来的厨子朱师傅为您准备的。朱师傅说了，姑娘品尝过后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，朱师傅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的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壶桂花酿过来。是。哎，
妈妈，您看啊，这么多美食，其实我应该跟您老一起分享的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缺点就是贪吃，再加上上次您在酒楼里跟我抢一只鸭子，那事儿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啊。所以，您要是跟我在一桌吃饭的话，我这内心肯定会特别害怕。要不然您就先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吃的，我自己回房间吃哦。不过，待会儿吃过晚饭之后啊，我要陪你一起同床共眠。这同床共眠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同床共眠过，而且这同床共眠，我看着您这张老漂亮的脸，我睡不着啊。今晚不行，我必须要陪你一起睡，因为今天晚上妈妈要调教你一些床上功夫。哎呀，只有这样，皇上召你侍寝之后，才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害羞啊，等将来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圣宠，你还要感激妈妈的调教之恩呢。行，我谢谢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说的我都羞死了。快回去吃饭吧。鸭子，哼。已安排内线就礼。进来吧。玉姑娘，您要的桂花酿。玉欢姑娘说，她决定将计就计，待进宫之后，把鳌拜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龙三，以挑起鳌拜和康熙小皇帝的矛盾。奕欢虽然口口声声反对我们光复大明，但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帮助我。玉欢姑娘还说，鳌拜对她不太信任，正在满京城查找他失散的哥哥。为了不让鳌拜起疑心，还请少盟主做好准备，配合他演好这出兄妹相认的戏码。知道了。哦，这条街上药房都查过了，没有咱们要找的人。去那头。是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收获。跟我走。是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，各位军爷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儿可有一个叫李建清的年轻的郎中？有，不过正在给病人看病呢。军爷，你就是李建清？正是。好了，怎么，军爷想要看病吗？蜀中人士。是。军爷这是干什么？太好了，李先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跟我走一趟吧。中堂大人，奕欢这丫头啊，果然是冰雪聪明。不管是给她安排的身世，还是要她熟悉的材料，那都背的是滚瓜烂熟啊。还有那些重要的私密记忆，我昨夜都已传授给她了。好，果然是个好苗子。奕欢啊，再有3日你就该入宫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准备。你入了宫以后，老夫就不能安排人照顾你了，以免他人怀疑你是老夫安排的人。至于你是否能避开后宫那些复杂的算计，能否引起皇上的注意，邀得圣宠，这一切就得全靠你自己了。义父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。好，今天义父还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相信你一定会开心的。什么礼物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
你是小妹。大哥，小妹，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小妹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哥哥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你，我心里多着急啊！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小妹，大哥，没事就好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快来快来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义父，快给义父跪下。草民李建清，拜见中堂大人。一谢大人救了欢妹，二谢大人让我们兄妹团聚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坐。义父让你坐呢。快。主子，有李少侠的消息了。怎么样？他可安好？安全，只是落在了鳌拜的手里。鳌拜？恕草民冒昧，中堂大人最近是否经常心神烦躁？是否无论何种美食，都是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？你怎么知道？医者望闻问切，可知百病。草民看中堂大人的脸色，似有思虑过度之症。这过思则伤脾胃，也伤元神，自然会食之无味，难以下咽。那可有办法医治啊？这个简单，待草民为大人号个脉，开几副方子调养调养，自能改善。早就听易欢说过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自幼跟着师傅在外游历行医，学了一身的好医术。虽然是不能够让人起死回生，但也是救人无数。今日一见才知道，他所言非虚啊。老夫现在年龄大了，经常身体不适，你可否愿意留在府上为老夫效力呢？这个老坏蛋，果然还是不放心我，想拿朱哥哥做人质。草民做了多年的游方郎中，虽然学到了不少民间的验方，但四处漂泊，甚是辛苦，所以想在京城安顿下来，慢慢谋个前程。只是坐堂问诊，收入微薄，若能投靠在中堂大人门下，草民自是求之不得。这是老夫府上特制的大补丸，你如若真心投靠在老夫的门下，那你就和你妹妹一样，服下一颗吧。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兄妹二人送上一颗大补丸。以你的医术，你应该知道这大补丸的功效。但若是你不肯服下这颗大补丸，那老夫又该如何敢放心的去栽培你？草民只求守护我这唯一的妹妹，顺便为自己谋个好的前程，所以草民一定会对大人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义父，女儿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义父可以答应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老夫做得到，都会满足你。可不可以在宫中也给我哥哥某一份差事啊？因为这样我们两个既可以互相照顾对方，而且不用经过他人之嘴传给您宫中什么事儿啊，直接让我哥哥来跟您说，既方便又安全。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不错。眼下就有一个绝好的机会。宫中的太医院本月之中就有一个老病告退，一个回乡丁忧，眼下还正缺人手。以李先生的精湛医术啊，老夫完全可以在太医院为你留一个职务，这样你们兄妹二人联络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多谢义父。
只是这宫中禁忌甚多，你们2人入宫以后，切不可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兄妹关系。女儿知道了。草民明白。前段时间皇上龙体欠安，精神倦怠，神思恍惚，可不知道为何又突然好了。李先生，你到了太医院以后，帮老夫多加留意，看看是哪位太医，医术如此高明，这么轻松就医好了皇上的龙疾。老坏蛋，你是想查出谁解了你给皇上下的毒吧？草民明白，草民一定会多加留意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大人汇报。鳌拜逼着李易欢服下了大补丸，说什么要把他送到宫里去，给他做密探。大补丸？对，李建清说了，这大补丸是鳌拜独门秘制的毒药，说这种毒药服下去之后，必须每个月继续服用，如果不吃的话，就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那易欢吃下来这大补丸，岂不是要终生受制于鳌拜？是啊，主子，眼下看来，只能是这样了。哦，李建清还说了，希望龙三少爷把李易欢被鳌拜胁迫的事情，悄悄地告诉皇上，这样在宫里也好有所照应。他还说了，他们兄弟绝不会为虎作伥，做任何对皇上不利的事情。主子，您息怒啊！这个鳌拜越发的胆大妄为了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李建清，就说我会尽快禀明皇上，在宫里对易欢多加照拂。好，还有，皇上会尽快的去找鳌拜，为易欢拿到解药，让他放心吧。这。皇上的头晕病可好些了？已经大好了。前几日哀家传鳌拜来陪哀家赏春，借机哀家点了他几句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哀家的意思，想必他会收敛一些。皇上还年少，全仗皇祖母的扶持。今年选中的这批秀女是不是都进宫了？最后一批也于3日前进宫了。那皇上有没有中意的？妾身催过皇上，可皇上一直忙于政事，抽不出时间去选秀女。这皇上啊，真不像他皇爷爷和皇阿玛，没有沉迷女色。这也好也不好啊。好呢，在于他忙于政事，励精图治啊。这不好呢，他是迟迟不能大育皇嗣，哀家还指望着早日抱重孙子呢。妾身和众姐妹一定用心服侍皇上，让皇祖母早日得偿所愿。走路的时候呢，手不能抬得太高，也不能放得太低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是规矩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我们这都练了2个时辰了，这早就过了饭点了。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，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？不可以。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，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。继续走吧。
停！易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，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？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，哎呀，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脚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这就是咱们的院判大人。院判大人，你就是新来的李太医。晚辈李建清，望院判大人多多关照。这年纪轻轻就能到这太医院来当值，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这些灵芝呢，有10年生的、20年生的、30年生的、100年生的。药工们在晾晒灵芝的时候，突然下雨了，他们慌慌张张地抢收，把一些灵芝混在一起了。不知李太医可否3日之内将这些灵芝按年份分开，以便配药之用啊？3天时间，恐怕不合适吧？那你
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一炷香。一炷香，太高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自己坐着，有吃有喝的，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受累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不好好练习，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在这跪2个时辰。刘嬷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，滑了脚。嬷嬷，这儿有蚕豆，您看，玉兰姐姐准是不小心踩到了，才摔倒的。这怎么会有个蚕豆呢？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啊，我刚刚噎着了。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噎着了？刚才口水没倒过来，一下子噎着了。口水没倒过来呀？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蚕豆味儿了，还想蒙我？手拿过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手拿过来。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刘嬷嬷。哼，你还想抵赖吗？看来我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。来人呐，等一下。刘嬷嬷，您忘了，我呢可是中堂大人的。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？你以为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？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，中堂大人怎么会派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？你既然那么嘴馋，又担心挨饿，那我就罚你今天闭门思过，谁都不许给他吃喝。什么？这他可以怎么都真是惊扰了。宣判大人，晚辈已将灵芝分好，请大人检视。对呀，确实啊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呀。年纪轻轻，有如此造诣，实属不简单呐。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，日后还要仰仗大人多多关照。好，有真才实学，不骄傲。李太医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好还有一颗小蚕豆。好吃。
但是还是好饿呀！我要饿死了，饿死人了，饿死人了！喝点水顶顶饱吧。不是吧？啊！好饿呀！好饿呀！饿死啦！好呀。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，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。龙小弟啊，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？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？哎呀！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？人呢？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饿死了！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，耶！走着，生鱼片，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嘿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，吓我一跳！太爷。你还说是不是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嗨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吗？祸从口出，被我逮着了吧？走！哟，哎呀，进宫就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。聒噪，不许再说了啊！哎呀，喂，不是吧？我没杀你啊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不是吧？我把你给憋死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！要不然我给你念《金刚经》超度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咱们储秀宫里喂了几年的鹦鹉，居然不翼而飞了。养在池塘里的锦鲤也少了一条。说吧，谁干的？知道吗？嬷嬷，月兰绕过秀河，早晚出去。玉兰、荣慧、秀禾，你们出来。昨天晚上，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秀禾妹妹半夜要小姐，夜里黑，她一个人害怕，
我和荣会陪他去的。只是去小姐，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偷个鸟、抓个鱼什么的？嬷嬷冥界，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？可是除了你们3个，就没人离开过房间。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来人，把这3个给我拖下去掌嘴，打到招了为止。嬷嬷饶命啊！嬷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慢着，昨天除了他们3个，还有人离开过房间。谁？我。你？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？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！是啊，我闭门思过了。我1天没吃没喝，但是我总得拉撒呀。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不便发问。这批秀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，准是你昨天饿了1天，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？哎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？桌子也得拿脏啊。我有没有冤枉你呢？我自然会查清楚的。不过这储秀宫呢，夜里会落锁，外人进不来，里面也出不去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一块儿给吃了？来人呐，给我搜！哼，老东西，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某某，没有。这个丝帕是你的吧？人赃俱在，还想抵赖吗？您看看，您看看，这被发现了。不过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啊，我是路过，我就看着这只鹦鹉想偷吃那条鱼，我就想着赶紧制止啊，我就拿我那个丝帕往他脸上一捂，没想到他就死了。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跟我口吐妄言呢！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20大板的，看你如此顽劣，胆30。哎，等一下！刘嬷嬷，您别忘了，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呐。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信，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？拖出去打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慢着。刘嬷嬷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个秀女，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，就替她说个情吧。昨儿个皇上赏赐我很多珠宝玉器，只是这个镯子我戴着太大了，想来这大小啊，正适合嬷嬷你呢。哎呦，那就多谢厉贵人赏赐了。今天这事儿就看在厉贵人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追究了。那就多谢嬷嬷了。这个秀女有些不懂规矩，不过长得嘛倒是挺可人的。嬷嬷不如把她交给我，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。
厉贵人你亲自调教，那自然是易小主的福分了。易欢，还不谢过厉贵人？易欢，谢过厉贵人。徐姐姐，师傅们真的不应该把你安排进宫。这大清的皇上是咱们最大的敌人，你却要委曲求全，委身于他。一想到这儿，我这心里就堵得慌。你也别太怪师傅们了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尽快找到铜匣，拿到藏宝图和议事名册，壮大咱们联盟的力量。可是这是牺牲了你一生的幸福啊！个人的幸福比起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足为道。更何况，我早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如果不是六师傅收养我，我可能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了。我跟六师傅名为师徒，实则亲同母女。可惜，好日子没过多少年，梅花门就遭到了血洗。倾城去找靖王，为我梅花门报仇。爹，我们跟你一起走。那个时候，我年纪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六师傅告诉我，那些杀手全都是清廷的走狗，凡是不归顺清廷的武林门派，全都遭到了血洗。这么深的血海深仇，让你一个弱女子来报，实在是……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跟我还不是一样吗？咱们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都是同样的命运。就连你和大师兄，你们一个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，一个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，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不也冒着险潜入这紫禁城了吗？可是我不一样啊，我进宫是为了引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，只要一旦得手，我们就可以撤了。可是你要一直以身试敌，留在这紫禁城里，直到找到铜匣为止。你也不用太替我担心，我一进宫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。我跟六师傅正努力在宫中
收买耳目，拓展资源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。雪姐姐，从小我就觉得吧，大人为什么总是宠你，给你贵重的首饰、好看的衣服，谷里牛羊挤的奶不给我们喝，却给你泡澡，原来是想把你养大送进宫里啊！哎，我小时候实在是太小心眼了，居然还会嫉妒你。一欢，那个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，难免会争大人的宠。以前全谷的人都宠着你，可我一进谷，大家却更宠爱我了。换作是我啊，我也会嫉妒。但现在你都知道了，在师傅们的心里，最宠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雪姐姐，你放心吧，我跟猪哥哥已经进了宫了，而且我还结识了皇上的心腹侍卫，叫做龙三。我们也会想尽办法帮你一起找到铜匣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个龙潭虎穴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雪姐姐，你看我这个好看吗？走得还真稳。爹，雪姐姐，那不是我爹吗？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？那不是你爹，那是李德福李公公，大内总管。厉贵人吉祥。李公公安好。孝女李一欢给李公公请安。雪姐姐，你没骗我吧？那个太监真的不是我爹啊？他真的不是。我刚进宫的时候，一看到他也把我吓一跳，差一点把他错认成大师傅。可我再多看几眼，就看出了差别。大师傅为人严正，心地坦荡，脸上的神情总是很严肃，喜怒都能看得出来。而这个李公公却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，你永远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。怪不得，你都被封为贵人了，他对你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恭敬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来，这李公公啊，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，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，再加上深得太皇太后的宠信，所以啊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特别巴结他，连皇后都不例外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贵人，他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。怪不得呢，这个李公公刚才还对你打声招呼，跟我连理都不理。欢儿，你以后见到李公公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。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。哦，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，别人在背后害你，你却一无所知，那岂不是很危险？哎呦，这皇宫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嘛！你啊，从小一向在外面野惯了，如今也身不由己进了宫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你和你那个结拜兄弟龙三联系上没有？别说了，根本就没有。我们这个刘嬷嬷简直不是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脱他那些眼线，我只好让朱哥哥帮我去联系了。那就希望大师兄能够联系到龙三，让这个龙三在皇上面前帮你周旋，这样你还能安全一些。不然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也保护不了你。雪姐姐，六师傅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皇宫的厉害了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让雪姐姐、六师傅跟朱哥哥为难了，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。你说的话我们可不敢相信，但愿吧，但愿啊，你能老实一点。
皇祖母吉祥。得了，不必拘礼，皇后来坐吧。谢皇祖母。你们都退下吧。皇祖母，出了何事？哀家刚刚得知，这批秀女中混入了鳌拜的奸细。奸细？哀家是警告过他，以为他会收敛，没成想他更变本加厉了。哀家要是不给他发发威，看来他真是把哀家当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。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被院判大人留在院中值夜，没能找到机会出去。这几天夜里，我悄悄潜入御花园，每次等到半夜，都没能见到龙三。他会不会跟你一样，被派到某处值守，没有机会跟我对接啊？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问了那么多人，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。不是。他跟我说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？你没什么江湖经验，跟他交往又不深，他未必会真心对你。可是我们是拜了把子的。拜了把子又如何？你对他，不也隐瞒了你自己真实的身份吗？都怪我，每次跟他接头都在京城第1酒楼，什么都没顾上，光顾着吃了，都没打探出他到底什么身份。这个龙三，肯定是宫里的人，究竟是不是御前侍卫，就很难说了。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，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。我再找人四处打听打听吧。我让雪姐姐和六师傅也帮我打探打探。从昨天开始，康熙那个小色皇帝就开始挑选秀女侍寝了。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？在此之前，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，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好好周旋。好。你最好画一张龙三的画像给我，我拿着画像去打听。好，今天晚上给你画，明天找机会给你。好，散了吧。太皇太后，秀女富察荣惠觐见。荣惠给太皇太后请安，太皇太后吉祥。抬起头来。是吗？玉兰姐姐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荣惠姐姐她……荣惠姐姐怎么了？她昨天不是被叫去侍寝了吗？她可是这批秀女当中第1个被叫去的，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？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秀禾姐姐也去侍寝了，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能不能好一点。我的天哪，我还是赶紧先画画吧。哎，朱哥哥，哎，康熙那个小皇帝简直太无情了，刚刚临幸完荣惠，一转眼就不认人了，任由太皇太后就把他给杀了，真是伴君如伴虎。也不知道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找到龙三。龙三的画像呢？啊，全是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有点不太确定自己画的像不像，我就多画了几张。
这画的都是龙三？对啊，这张鼻子像，但是眼睛有点小。这张呢？这张眼睛画大了，下巴又不对。这张下巴像，可是眼睛有点小。这个眼睛还行，但是脸盘子有点大。哎呀，反正都还差不多，你自己看吧。环妹，以前在谷里上课的时候，就叫你认真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。看来我还是去御花园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。你去吧。好。传皇上口谕，宣秀女玉兰侍寝。妾玉兰，谢皇上恩典。起来吧，随咱家前去沐浴更衣。李公公，秀禾呢？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哎，姐姐，公公，可知道秀禾犯了什么过错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？可否提示一下，也好让妾吸取教训。这个嘛，咱家也不清楚。主子们要赐谁死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，谁又敢多问呢？玉兰不会啊！真后悔，早知道我就不进宫了。真像我这样。龙小弟啊，龙小弟，我要是再找不到你，恐怕我也顾不上什么执行任务了，只能一个字：脚底抹油，溜了。混入秀女中的3个奸细，都被哀家给处置了。这下皇上该清静了。皇祖母，如此一来，鳌拜一定会对你老人家怀恨在心的。这宫中啊，爱哀家的，恨哀家的，就像哀家的头发丝一样多。如今他们也老了，啊，这头发细的也都掉得差不多了。哀家就是为了皇上，不管他是明枪或暗箭，哀家都能挡得住。皇祖母，皇上常说，没有皇祖母就没有他，是您为他和大清江山撑起了这一片天。哎，那是，哀家跟皇上相依为命，这么许多年不容易呀。哎，皇上啊，是哀家的命根子啊，他只要不像他的皇阿玛，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皇祖母放心，皇上不会重蹈先皇覆辙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对哪个妃子特别上心过。宫里来了那么多的秀女，皇上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。他才多大，正当年少，又急于亲政，这男女之事啊，自然不往心里去。当他的朝局一稳定，那可难说了。你看他的皇阿玛遇到那董鄂妃的前后判若两人呢。玉兰也被赐死了。康熙那个小皇帝一定是疯了，居然一连3天宣了3个秀女侍寝，等天一亮就借口他们侍候不周，把他们交给了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竟然把他们都给赐死了。这事儿不对。康熙性情沉稳，不像是那种喜怒无常、嗜杀成性的人。而且清晨告诉过我，康熙召他侍寝的时候是很温存的，一点都不难伺候。那他怎么会一连3天要赐死3个秀女呢？这事一定有蹊跷。可惜我和清晨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没有找到龙三。不然可以让奕欢去问问龙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六师傅放心吧，奕欢已经想到找到龙三的办法了。哦，是什么办法？